各位观众，大家晚安。我们的表演即将在2天后开始，请大家敬请期待。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练团。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Abiel. 萨利嘎嘎莫布鲁。以下是法语。哎，两位，嗨，讲话什么话都你妈的。好的，哎，大家晚安。嗨，大家好。讲第2次了。很高兴你们来到女巫店，跟我们蓝星的分享。好的，年轻并且来向，呼吸一下来自山南温馨的风。讲话很像酒醉了。绝对是那个风，绝对是没有油烟味啊，也不会黏黏的那个脸。高低，这就是你们捧场一下，笑一下好不好？太可怜了。他刚刚还迷路，找不到这边了。确定吗？不是在逛街吗？哎，我快到了1个小时前了。结果刚刚我们要试一点老板到底来了没有？我已经到了，已经到了。西门町看到他在逛街。哎，真的吗？我已经在女巫店门口了。我说我们就在门口啊。这招过时了，哎。而且他接电话还气喘吁吁，不知道在做什么。没有啦，说真的蛮紧张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目前进场是我们这边的 PA 大哥刘哥，拍手下。他的专场就是蹲下来调麦克风，他就叫离场了。再次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哦。也许等一下他不高兴，就会把我们的麦克风全部切掉了，原因重现。好了啦，我们已经，因为我们带的歌不多，所以一开始我们都会先故意聊天。好的，那希望大家好，再来第1首歌曲。谁的？讲一下。那这首歌呢，轻快的生活。谁唱的？这首歌是这一届的金曲歌后一粒高露啊，他的一首创作。这首歌《轻快的生活》，它是在叙述，我们有那个这支爆满有吗？有，就在后面有那个大字幕。好的。等一下。可以的话一起拍手吧。听不懂也假装听懂一下，把它当作英文歌来听。强迫。
好了，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天的表演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不要讲了，是我讲的。上来台北7个小时只唱这首歌，谢谢。好的，那我们先介绍团员，最右边那位是阿里奥。欢迎大家好。这是年底的选曲期投给10号。没有啦，开玩笑的。接下来交给我们的第2位团员国军 Alright 的弟兄。嗨，大家好，皮肉，贝斯手，谢谢。因为他现在重金不方便讲太多。对，安官会点名安官。还没有学会报。对。哎，我们团长啊，但是我们团长啊。对。如果你有欠钱的，就找他，他会帮你处理啊。现在总务是老啊。好的，中间那个讲话一下。我们介绍我的左手边吉他手少华。大家好，我是少华，我来自屏东玉台乡，有机会有空可以到那边玩，那边很漂亮。好，谢谢。哎，一点都不诚恳。哎，我有同学屏东的，他又来呢。对啊。好了，跳过了。不好意思。再介绍我们蓝星乐团的公主。哎，坐，公主没有来，重新更正一下，重新你有点酒醉，重新。哎，女神的英文怎么讲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女神。没有啦，介绍一下了她。嗨，大家好，我是那个拉瓦，然后来自新竹县五峰乡大义村7里127号。谢谢。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好，大家好，我是老外。我是台东市马兰部落。好的，谢谢。好，我们现在要交接换位置了，谢谢大家。好。你们可以讲话没关系。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乐团哦，最大的特色有2个，第一个就是乐手没有固定啦，所以我们常常会走来走去。第2个是我们的演出形式，就是很像在家里面跟朋友们打招呼聊天这样子，就是大家自己聊自己的啦。你可以假装没有听我们唱歌没关系啦，对吧？但是你试试看嘛。铁马矮，我大学同学，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以前我们住宿舍的一些有趣的人。好，那第一首歌我没有想到台北这么热，我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湿冷这样，然后就把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带来了这样，就穿在我身上。没有啦，有一个背心的，可是真的哦，还好呢，没有说很冷。对，第一次看到我有穿扣子。这是他认为最帅的一件衣服。对。那喜酒一定穿。对。婚礼、丧礼也是穿这个。不好意思。反正1个月洗1次啊。就觉得就袖子很爱给我做对，越来越挤了，就是。我不承认我变胖。OK， 废话太多了。哎呦，还有10多首都。那个麻烦太阳不要那么大，好不好？改成小太阳。其实我刚刚看到椅子在最前面，我一直很期待一件事，怎么没有穿短裙的坐前面？我刚唱歌的时候都往上看，我都没有往下面看，很专心的唱。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然后这边有小朋友，不要讲那个未成年。妹妹讲话的是老外，不是啊，不是我。好了，我们大家不要唱歌了。好了，我们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有来啊，他们在后面那个。爸妈，不要拍手，他们好不容易要准备进入梦乡了。好了，那个，笑声，请大家控制一下，因为这首歌是蛮沉闷的歌曲。这首歌依然是母语，我们前面的是一粒高露的歌曲啊，它形容很轻快的生活，在有太阳出来啊，看到阳光，有农田的生活，它非常自在这样。那这首歌是
想妈妈的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直接考上大学，我反而是有在台北补习1年这样。啊，补习那一年很不适应啊，为什么？因为一个乡下孩子一个人到台北的时候，很难适应那个速度，走路的速度，坐捷运也会被人家撞，然后对方不会跟你讲对不起呢。这个在部落早就赔一只猪了，好不好？好不好？你要后腿内侧还是外侧？当然是内侧啊。没有啦，就是那个压力很大了，然后突然想起妈妈这样。其实那时候高中还蛮常顶我妈妈的嘴这样，然后妈妈总是独自承受这样。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在都市我会想起妈妈。不过现在大家有的各自有家庭的时候就还好了，对。就老公在讲什么？没有啦，这首歌大意是说，我一个人晚上在唱歌，然后看到星星，那个星星很像妈妈的眼睛，让我想起妈妈。妈妈，你一个人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这样。我大概阿美族的话是乌马大努伊娜，马大是眼睛，伊娜是妈妈。乌马大努伊娜，来念一遍。乌马大努伊娜，漂亮100分了。好，为大家带来这首《妈妈的眼睛》，谢谢。哎呀。
故乡的大学。我那一年其实很感谢我妈妈，也感谢我的哥哥，让我有地方可以住这样。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跟妈妈说谢谢，好吗？我爱你了。好了，眼睛湿湿的，很讨厌。那个，因为我们阿美祖没有我爱你的这个母语哈，所以我只能讲国语了哈。希望我妈妈听得懂。我刚刚讲说我妈妈一直在笑哈。对，好，第3首，讲一下我团长的功能在这里。下一首是《好潮微风》。哎呦！要特别介绍。对，一定要介绍到。但是这个你要介绍了，你要介绍了。好啊，你介绍。其实他在这边了。没有啦，其实我们，卡掉了。刚刚那个不要放我这。既然新乐团有6个成员嘛，那今天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木吉阿手，他现在可能在酒醉吧，就是他在喝喜酒这样，然后就是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那其实我们都很喜欢这一首歌，就是他做的一首歌叫做《好茶微风》。那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很美的歌，就是站在他以前。你来讲好了，你刚刚比较熟。哦，那个就是突然接棒，我是第2棒选手，就是那个屏东有一个地方叫好茶，对吗？小伟，对，那个那是卢凯族的一个部落，那他因为发生88风灾以后，他们要回旧好茶，因为他们还有一个旧部落，旧好茶已经很难走这样。然后他后来在88风灾之后，一边修路一边到达旧部落，就有感触，就写了这首歌叫《好茶微风》这样子。好，然后他今天其实也有来，就在我旁边。哎，我约已经过了，打亮一点了。约再讲一次，有一次坐公车，他挥手公车直接经过的笑话。咦，有人了，对。对吧？那个在欺负卢凯族。肤色比较偏暗色系。肤色比较偏 HB 那边。不是2B 了。对。2B 比较用啊。啊，我对美术没有概念。反正不知道什么颜色，大概就跟这差不多。他的外号叫黑影。那个红色帽子一直故意不讲话。没有，因为我想到一个笑话，我不知道要不要现在跟你们分享。等一下好了啦，对啊，我们先唱歌啦，因为再这样讲下去，对，我们不要一直笑他了。我跟你讲，有一次哈，唱歌啦，卖讲去唱花，今天叫麦克，好了，开始唱歌了。好，带来这一首《好茶微风》，谢谢。拍手。
发现小这个会抽筋的小拇指。讲话啊，好吧？有麦克风啊，干我干嘛？下一首是那个女主唱老蛙跟她的姐姐，这么快？就是这么快啊。Yeah, yeah, yeah. It's very hurry. Yeah, I got it, I got it. 你是咖喱。好想你。介绍一下嘛。哎，好害羞啊。哎，看不出来了，那边灯暗掉好不好？不然这首歌直接唱了。不要不要，哦，姐姐去买槟榔。好了，就他们姐妹做的歌啦，这样。不是我啦。马上撇清。你们等一下会后会再问他啦，这样。哦。哦。好。它就叫做《好想你》，谢谢。啊，怎么那么快啊？快快，时间总是这么快。等一下就最后一首了。这么快？哎呦，表情表情。所以你说啦啦。
就是这首歌。介绍啊。这首歌哦。哎，打瞌睡了，有点紧张。其实这首歌要问我姐姐啊，我只是帮她弹弹她。不关我的事。没有啦，就是以前小的时候，那个高中吧，然后。小的时候。有蛮小的啊。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嘛。用我这一招。借一下嘛，1比1嘛。其实我姐她还算那个啦，才女啦，她蛮会弹钢琴。以前的时候。现在是剩女。哎，不。其实以前呢，吉他是她学的，然后我也吵着跟我爸爸说，她要买一把吉他，然后我爸就买了2、3千块的。3500。哦，3500的吉他。然后他弹一弹，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古典的吧，这边很厚这样。然后他弹一弹就说，哦，手好痛，就搁在那。然后心想说，哎，好像很好玩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学。然后之前呢，我妹妹啊，我还没讲完啦。没有，那个一直不开始。哦。然后我妹妹想学那个钢琴啊，然后我爸就买了一台那个10万的钢琴。哎呦！然后现在在家当装饰品。就是3分钟热度，很可惜。哎，为什么会扯到这边？哎呦，我也不晓得，就因为一个比利声。没有，原谅我们团长，因为他那个鼻子刚做手术。哦，对，他刚开完刀，鼻到这边，不好意思，大家可以原谅他吗？不要。你出去，你出去，去。哎，等下会后会你付哦。那个第5首歌哈。还有这么那么快？哎呦，啉对，刷落来这条歌，迄时阵，哎，没有了，我只会这2句台语。那个这首歌是喝吧，然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就叙述一个中年男子失恋倒在排水沟里面，我去救他，他也不要，他说这是我家这样，而且他还跟我讲，你太没有礼貌，你怎么没有先敲门？哇塞！不好意思啊，大哥，忘了敲门，还叫你再走一次。哎，谁会听你讲的？我直接回家了。哎，我好心救他呢，他说这是他家，我怎么没有敲门呢？这个也是不带我说过去。这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就是他失恋，然后就帮他写这首歌啦。有一次他清醒的时候，难得来到我家，哎，表弟你怎么有回来？这样，明明我每天就在家里。假装哦，你怎么有回来？你就坐下来了。我就是我表哥跟你讲一个事情，可是我喉咙很干，讲不出来。就来道意思。哎，这次道意思，就哎，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刘冠军。他非常喜欢背对观众，俗称背影杀手。哎，我们也非常感谢女巫给我们这个场地，好不好？给我们这个机会，给女巫拍手下来。我们本来在想说，这次既然是女巫，我们要不要带扫把站着唱歌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有做劳作嘛，做尖顶的帽子这样。后来想想还是不要，因为有可能走到那门口就会卡住，因为身高方面。但少华应该是完全没困扰。给你机会反驳，给你机会反驳。算了。看不出来，我们的 solo 吉他手，他现在在大武乡公所服务，是正职的那个记者，帮忙挑线的，看房子没有歪这样。但是房子还没有歪，他自己先歪了。哎，不对哦。这2个应该是栏位吧？对，你现在教我呢。哦，对了，他也是啦，他也是公认，但是看不出来他是在测量哦。就在路边，你会看到那个很像拿望远镜，左边一点，右边一点那个。对，他是旁边做记录的。对了，好了，好，那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喝吧》。大家跟我们一起唱哦，副歌的时候，我们就唱喝吧就好。怎么唱？听他们唱就对了。怎么喝？嘴巴喝。
在那条街道上。Yeah. 走来走去，却找不到我爱的他。Yeah. 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坐在路旁。我希望他不要在远方等我。希望远方还能记得我。不要在远方等我。节奏是不是有点慢？ Here we go。 喝吧喝吧，我不想回家。喝吧喝吧，我忘了怎么回家。Here we go。 喝吧喝吧，我不想回家。大声点。喝吧喝吧，就让我喝醉吧。是谁说爱情只能够曾经拥有？我偏偏就要来一个天长地久。再让我喝2箱就好。谢谢老板。你不给我酒，我下次要强奸你，强奸你的感情，爱上。喝吧喝吧，我不想回家。哎，伙计们。喝吧喝吧，我忘了怎么回家。喝吧喝吧，我不想回家。喝吧。 再继续喝下去吧。喝吧喝吧，
奏太慢了啦，快睡着了。是。其实我们刚刚那个节奏，老师刚刚快睡觉了呢。没有啦，这个好了，下次啦。我们这次这首再唱一次好不好？没有了。等一下第6首是什么啦？那个日历，以后不用日历纸写歌单了。你这样很寒酸的，你们有笔记纸吗？下来的呢。那个第6首是什么？老爸。哎，这首写给我爸爸的歌。你应该放上下半场。对哦，上次是妈妈，这次是爸爸。那我们跳过吗？下个礼拜是哥哥。没关系啦，既然排都排了嘛，还是那个话别少了。没有啦，还是唱这首。然后这首歌上次我们参加圆变比赛，暑假的时候嘛，是吧？10月，然后不小心有拿下第1名这样。然后我就一直拿那个20万的那个假的大的支票没有拿回家呢，就偷偷放在那边，哎呦，第一次拿到，哎呦，20万这样，早知道我自己拿海报纸来写就好，然后就是，哎，后来20万我们大家有分一分嘛，我后来把这些钱捐给更需要这些钱的一些慈善单位。是快炒店的老板娘吗？对，他们很需要，你就知道了。还有刚刚那个马路英雄，你钱留下就好，下次来我家记得开门，不是敲门。然后那个排水沟的笑话你们不要到处讲了，那个写给我爸的就是他今天在现场，不好意思，我以为他今天不会来，我以为只有我哥哥跟我嫂嫂要来，因为本来我爸妈说他们不确定讲，我说那不然你再跟哥哥讲说看要不要一起来讲，结果他们真的来了，因为他们住桃园，对，然后。这首歌有点在讲我爸爸呢，可是我还是要讲，就是希望我爸爸不要喝太多精神性的饮料。就小梦小声一点，小声。这个也不是在骂，也不是在笑爸，就是真的孩子的关系了。因为虽然爸爸依然很健康，但是我还是希望他那个量拿捏一下。然后我就是希望爸爸，因为我希望他这样，是因为。我的所有的古调一些智慧，都是他教我。我爸爸不善于讲话，对可是他都会用做来跟我讲。我说，比如说怎么编这个东西，他不会讲话，就这样嘛，你就看，不然你就拿旁边剩下的材料来编。我做什么你就跟着。我说好，结果才刚捡起来，他太快了，我又不好意思叫，算了，不要慢下来。我爸个性也比较急，去海边也是。就拿海子就跟隔壁的叔叔就是聊天，就我还在那边我还在想着怎么拿的时候，他已经跑到另外一边很快，然后满满一袋都是海在，我就拿到一点点，而且还不及格，被他笑。好了，然后感谢我爸很多股票，我希望他健康下去。我本来今天要播放我爸爸，我偷偷在家里收录，因为我跟我爸爸做股调的方法，我就故意跟他讲说，我已经没有录了，他就突然唱歌了，没有录下来。可是下次的表演有机会的话，我就会放。对。我们下次表演在哪里？对，讲到这个，讲话团长在干嘛？你以为来这边干嘛？小心炒鱿鱼你哦。我们下一次再先讲日期。我要讲了嘛。我没有生气。我跟你讲一笑话，上次我们进圆变的时候，我们要比圆变决赛了嘛，然后1点都要报到嘛，然后12点我们还在练团，他就很紧张，他忘记老爸怎么弹，他就问老爸那个和弦怎么弹？我说我们就直接笑，哎呀，在干嘛？到底有没有要比赛了？哎呀，干嘛？不要生气嘛，他是讲什么去了？你不是跟他讲？反正他就赶快我们说，不要紧张嘛，慢慢紧张，不要生气嘛，我们就是他一直闹他就到这他就讲我没有生气，结果僵掉了。好了，我们先练下一首歌好了，先练牵手好了。结果后来我们拿冠军的时候，会更好笑，他就酒醉，学长早上对不起。然后还跟我拥抱，学长感谢你让我加入了新的。
讲嘛，有没有嘛？有没有？南江大丈夫当军人了，不要说谎。喝酒误事，喝酒误事。没有，而且告诉小朋友不要喝酒。你把标签撕掉就不是酒。有啊，我们那边老人家很厉害的，带那个保德饼的米酒，有没有？现在不能带米酒，他要回去偷偷把标签撕掉。好了，好，你带矿泉水吗？不会啦。就进去自己喝咯，看歌仔戏表演这样的。我们那个土地公庙都有歌仔戏嘛，你们有没有土地公庙？我在问废话，反正都会有歌仔戏。因为我们之前有人在那边打架闹事，所以他那一次有特别严，不然一开始应该都会开放嘛哦。反正这是题外话，好了。很题外。很题外，非常题外，非常的题外。我们的演出了。啊，对，现在开始介绍演出了。对，我们上半场进2个小时。在这个12月。对，没错。12月9号。8号。不是也有吗？对啊。对啊，8号也有，9号也有啊。8号先。好了8号那个我们有一个还有20吗？就是那个原变比赛的一个活动，他的地点在哪里？我忘了。新北市政府，刚才有人说，新北市政府那个前面广场那边，就是板桥那边的。对，时间也是晚上。然后我们12月9号在松山，下面比我还清楚，你来说好了。好了，这样啊，大家好，你们打蓝星乐团有没有 FB 进去加入，我们就可以看到讯息了啦。我跟你讲，我下半场一定先介绍，我等一下先看 FB。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讲吗？我们可以讲吗？宣传的表演可以吗？我们可以讲。可以啊，好，不，谢谢刘哥，谢谢。就是我们12月30号会在另外一间店。刘哥，不好意思，刘哥。对，哎，我怎么感觉我的麦克风快要没电了？没有啦，我们再给刘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一起 Q 他呢。有空欢迎来杜丽，我给你撒西米。他还活着的那种。不是。我要讲，12月30号就是跨年前一天。如果大家不想去外县市跨年的话，想慵懒的在台北附近的话，我们在西门町红楼广场的河岸留言，大河岸嘛。哎，像在那边，你们都知道，很像了不起的那个店，我先喝水。对，我在大河岸。我们没有去过。晚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穿雨鞋哈，带那个农用的工具。那天是农夫之夜。没有来，真的嘞，就大家去啦。哦，然后那个欢迎大家帮我们宣传，好不好？可以吗？哦，如果你是一个人进场的，我们会用严厉的眼光瞪着你。你不要再用那招，有啊，老主有跟我来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很黑的团员，不要再用这招了。对，人家也是人。然后我们12月30号会在那边表演，这样几点了？晚上的时候。团长是在干嘛？这是团长啊。8点了，对了，8点了，睡了，同学。8点，月亮8点的时候，在河岸留言。我们那一天就会6个全到了，就有个神秘的面纱。哎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不是这样演出，我们会爵士鼓。哎呦，哦，讲到这个，我觉得我很佩服我们自己。哇塞！我们是不是要唱歌了？我们会把空嘎鼓放在爵士鼓后面打。在干嘛？狡兔有三窟啊！哎，哇塞，演那耳目，哎，第3句成语想不到。请忘词了，上次的。对，七嘴八舌啊！哎，最后是我没有生气。好了，我没有生气啊，我们没有生气啊！再来，老爸，谢谢大家，谢谢。老爸就是爸爸的事儿。目前蓝色的是来自唐山空手，民政科可以无效化先生。安，厉害。有听过的一起唱。
等一人呼过苏瓦努瓦瓦一树吉亚利亚依来，苏瓦努瓦古杜的刷南，等一人呼，等一人呼，很好，等一人呼啊。Masih sukuman pura paulita usuan mengisi anu masih sukuman pura paulita maate Kufitu kamu isu Última do passe falar tá guardando lábio no ideal caminhando nos ruas numa rua sumilando kota dengan mugiso老外，我发现你都会忘记合音呢。没关系啦，那个，刚刚那一首好听吗？好听。我很过分的，就我唱完的时候才问。希望我爸爸不要不开心的。对。然后接下来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了，终于。这首歌叫做。有没有那个档啊？那个笔记本看不到的。不知道我在讲吗？想要的感觉。哎呦，行了，那我跟老爸换位置了。那老爸你介绍一下好不好？好，这首歌是那个蓝星乐团90年代的歌。对蓝星乐团来说，就是这一首算比较新啊。那曲的部分呢是那个阿里奥的那个做的，然后词的部分呢是我填的。然后
那个我跟阿里奥呢，我讲一下我们的关系好了，就我们关系没有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黄小虎。他是我的学长，这样就是大学的学长，可是他是体育系，然后我是幼教系。是。可是至于为什么会认识呢？对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晓得。有一次你打排球打到接外，我刚好捡起来。学妹，这里的球吗？然后我就说是学长，这是我的球。然后打球要小心哦。最好是这样的。哎，我还真的忘了耶，反正就是因为他，然后我才会进来，就是蓝星乐团这样。对，学长，谢谢你让我加入。我一直在用他的梗哎。哎，真的啦。生气。对。我没有生气啊。不要再笑他流鼻血了，太讨厌，妈的呀！哎，莫讲安尼开啦，哎开。老皮会啊你。哎，老皮会啊。因为我们团长因为他刚开完团会，会不小心有一些精神的液体从鼻子流出，应该是吸进去了。对，吸进去了是一条，换的话，我是2条，不好笑。好，就是这样。你们觉得我们一首歌可以拉很久，因为下半场没什么歌了。然后这首歌就叫做想要的感觉，谢谢。我喜欢这样的天空，这样的感受，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激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感动，其实还不够。别常常这样的想过，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要怎么去做，要怎么紧扣才能够拥有，才能被接受。忽然间发现，我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虽然并不完美，后来看见，却有种残留的美。要是我学会，这一切也许会改变，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我喜欢这样的天空，这样的感受，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激动，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感动，其实还不够。别常常这样想过，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要怎么去做，要怎么紧扣才能够拥有，才能被接受。忽然间发现，我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虽然并不完美，后来看见，却有种残留的美。要是我学会，这一切也许会改变，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以为就能够看见，
这一切也许会改变，但只是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谢谢。好，好听吗？我是说弹吉他的。好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下半场会有惊喜哦，请大家赶快准时坐。